出4個人出嚟走波，走完攞到個籃板，係啦，5打4嚟嘅，係啦，呢度打翻嚟嘅時候自己去做，總之就係波去咗45度先，有得俾錢就俾錢，波去咗45度先。如果俾咗啦，咁我哋咪做頭先啲嘢咯，cut in，跟住之後俾接邊再打，OK，唔一定要跟翻戰術走嘅。喂，可能如果舉個例，我呢一度攞到粒波，呢一個 cut in 已經空咗啦，呢一個 cut in 對咗出嚟，咁籃中間嗰啲空咗，你照俾啊，冇所謂嘅。OK，你做翻你頭先講，我哋頭先講嘅嘢啫。OK，好，然之後做完啦，呢4個人。入波嘅話就開波，唔入波嘅話攞到籃板，呢度有個箭頭 ，OK， 一樣做翻同樣嘅嘢，自己去 call 邊個係箭頭，邊個係 outlet，邊個係插中，攞到波嘅就係籃板，就係咁簡單啫，有冇問題？嚟高，今日飲水先啊，你哋有啖水先啊，聽住，嘉士都有做過，所以嘉士冇問題啊。OK， 得唔得？我哋陣間我哋會係去嘅時候5打0。翻嚟5打4，咁啊呢度排4行，咁就自己出4個手，跟住之後有個箭頭喺側邊。OK，咁啊就係咁簡單啫。咁去嘅時候一樣，有得俾錢就俾錢，習慣嚟嘅，呢個有得俾錢就俾錢。OK，俾咗前面先 pass。OK， 跟住然之後紅邊俾波嘅就出紅邊，第二個 outlet 出第二邊，中間行中間。OK， 得唔得 ？create 咗咁樣嘅狀況。OK， 咁啊呢個時候呢個攞到波啊嘛，標位，咁 OK， 我哋令到所有人都 one pass 走俾。OK， 好，跟住然之後傳波應該嚟到嚟呢度啦。OK， 得唔得？咁啊呢度 empty side 呢度佢自己已經可以決定啦，佢要鏟籃啊定係點啊？頭先我哋自己做過啊嘛。OK， 鏟籃啊定係點啊 ？OK， 好，如果呢度冇嘅，幫我做一個 go screen 啊，即刻做嘅，其實你俾完波即刻做。OK，go screen， 然之後 drive 嚟到呢度。OK， 咁啊，想象假設個協防佢踩入嚟，咁我咪分咯，分完順勢整個擋俾佢咯。drive，OK， 得唔得？咁啊呢個中鋒就睇時間，你見到呢一個人 drive 緊埋去嘅時候，一分呢一下你就要衝出去 set 檔，OK， 咁樣嘅話咧，我哋可以好快咁做一個 double steal drive。OK， 呢一個位置，咁啊應該呢度 screen 啊 steal 呢一個出走。得唔得？好，嚟go。翻嚟係5打4。呢個係呢度開一行。開一行。係開一行。罰球線啦，唔好咁熱。揸個箭頭啊！係兩邊都有箭頭噶嘛。Go。俾 cut 紅邊 ，cut inside，係 nice go，係個 spacing 好靚啊。轉 ，go screen drive pitch and chase， 預備用埋個檔 ，go drive nice， 可以，好打翻嚟5打4，揸一個人，呢度揸一個人。Good， 係可以 ，good， 好波 ，next 去啦，開波行啦。你出聲啊喂！阿耀又唔講嘢，依家阿耀你企邊個位啊？係繼續打翻去。停！我唔中意呢樣嘢。箭頭你而家唔出聲，嗌出嚟啊！阿耀點解頭先會唔知發生咩事啊？你都唔知邊個箭頭，係咪啊？即管嗌啊！係啊，你嗌錯咗，有人幫你補位，你冇嗌，大家唔知你做錯咗。嚟啦，做啊！
，nice，係，我覺得可以嘅，猜得 OK 嘅，Go，唔緊要，揸個箭頭啊喂，揸個箭頭啊喂，喂，俾啊，揀一邊俾啊，俾，cut 同邊，cut邊晒，上，Ray 係，轉邊，drive，go stream 唔使擋實㗎啦，阿 Ray 太慢啦你。Next，嚟啊6個人啦喂，轉，再轉，Go，分，drive，可以照俾咗，係照做啊，照做，nice，cut，第二隻，喂，nice，轉邊，再轉，而家嚟啊，好，哎呀，出翻，next go，out 啦，照做啊，俾一邊，啊，點會擋我嗰邊嘅咧？唔係啊，係俾到啊，你要俾啊，阿 Anson，直接俾波佢，你帶埋過去咧，你過埋去啊，係啊，你過埋去嘅話，嗰邊太多人啦，俾波，得，照做啊，俾過去，箭頭 Anson，跑晒，第二 B，俾，喂，好，過晒嚟先，喂，習慣一樣嘢，箭頭要出聲啊，頭先咧，頭先一球阿耀，我唔記得下面係邊個啦，好似係 Even，你哋兩個跑嘅時候跑同邊箭頭？咁你跑同邊箭頭？唔係唔緊要噶，其實呢球咧 Even 你跑咗，咁我冇問題啦。咁阿耀前面見唔見到啊？你見到前面有個人同你一齊箭頭，你走過去啦，係嘛？咁樣我哋咪讓咗個位出嚟啊。OK，得唔得？你要習慣一樣嘢，大家就係有人做錯係冇所謂，你最緊要出聲。你出咗聲之後，大家去補翻個位啫嘛。OK，跟住之後第二樣嘢，阿 Keith 頭先嗰球我唔中意咁樣跌打過嚟，直接分咗先。要習慣一樣嘢，分咗佢嘅防守先會拉開。翻咗45度防守先會拉開，你先會有中間一堆嘅機會。你如果直接打過嚟，咁你後面嗰幾個點算？係啦，OK，習慣呢樣嘢，早啲分粒波，跟住之後再去做。最尾一樣嘢，冇人望過呢個咧，係咪啊？OK，望一望，佢呢個對咗，呢度下面一分，佢追咗出嚟，係咪應該有隻底入嚟咧？係咪啊？咁咪空咗咯，得唔得？咁你咪可以望呢下咯。OK，冇機會嘅，再拍再俾翻上去咯。跟住之後做翻我哋頭先所講嘅 pitch and chase action，轉俾完波，跟住之後可能係再轉邊，俾完 go screen drive 呢度又可以再做啦。OK，中鋒醒目少少，唔一定要第一下 set pick 嘅。OK，我要嘅係咩咧？佢 drive 完呢一下，跟住然之後一分波呢一下，咁分完之後咧，防守可能有一拍或者兩拍慢咗，
拉開咗嘅時候，突然之間再加多一個 spin 俾佢，你可以第2下先做，第3下先做 spin 俾佢。啊，甚至乎佢如果唔使 spin 就已經過咗，咁你咪唔使 spin 咯。係啦，我哋睇個 timing。OK，中鋒你喺下面，你應該望到呢一個方向，佢過唔過到人啫？O 唔 OK？得唔得？出聲，最緊要出聲。你得唔得？嚟 go！字頭要講啊，邊個係左，邊個係右啊？打個箭頭，唔過去㗎，唔過去㗎。俾完45度，跟住之後咧就會係啦分。你明啦，係啊，OK 嘅，你應該 OK 嘅，嚟 go。係分望下面，OK，係中間可以，nice，轉落去，係 good，嘿，好波嚟㗎，keep 住 ，OK 啊，OK 啊，呢球 OK 啊，上嚟啊，one pass away 嘛，再分，集中，nice，分邊，係出同邊，next，go。咁啊 O 唔 OK 啊？要跟住做先啊！你唔試錯點會知啊？你唔試錯點會知啊？Go，出聲，嗌波啊，嗌波啊！控咗啦喂，good 可以 ，good 嚟啊，俾佢，佢空晒，唔緊要，你前面做得 OK，個 flow 係順嘅。射，我話咗俾你聽，依家5打4係你話俾我聽啱唔啱啊？你嗰個進攻合理啊，我覺得咪我可以接受，因為你頭先我猜咁多嘢，其實你去到尾邊個 option 最合理咪對邊個，係啊，照做啊，唔緊要，係早啲分，分完再分轉邊再鏟籃啊 ，OK，你呢邊係底線，你可以嗌佢咁樣出過嚟，你咪可以抓中間。唉，唔好搞咁多嘢，嗌佢走嘅時候，你咪可以抓中間啦。好，冇得鏟啦，俾波咪搞掂咯。係翻 nice，去第二邊交去第二邊，分啦，轉快啲，cut 晒，係 good，轉邊，係 go three，攞波兩邊，啊 Harry 唔使等佢過嚟啊，你直接執俾佢咪得咯，傳俾佢，唔係 hand off 嚟啊，直傳俾佢 ，good，出嚟，可以，底線，nice，我好多啊呢次，啊，主要要習慣一樣嘢就係你永遠要同一波 one pass 手嘅，頭先粒波喺度喺上面攞嘅時候，你企喺呢度，咁佢係冇可能傳到俾你嘅，佢如果想一偷波就係啊，一偷波就輸啊，所以上嚟，跟住之後落翻去，頭先佢 drive 呢邊啦，咁咪落翻嚟呢度攞波，係啊，睇落去好似全部嘢，你淨係上咗去落嚟，跟住冇人俾波你，但係其實好有意義。OK，分同邊又要 even。繼續照做 ，go three，落底線，俾得，nice，照 cut 啦，cut 走晒啊！
箭頭揸一隻，箭頭。照跑，照跑，照跑。Hugo，你自己轉邊啊？都得，可以接受，可以接受。呢一球咧，你喺三分線接咗波咧，我會先後尾。O K。先後尾，我先嗰邊嗰個。O K。咁啊，你個先後尾唔係要目的，唔係要真係令到佢空，所以佢空到好。但係如果佢呢度佢當佢呢個直接選擇第一時間鏟啱嘅時候，你個先後尾會引開咗條。轉再轉，嚟，go shoot。早啲甩啦！哎呀，可以嘅，但係去三分線，個三分線嘅 close up 佢係遠好多啊嘛。三分線佢 close up 佢衝出嚟接啊嘛，你喺中距離，佢係行一步舉手啊，佢衝出嚟嗰下你再過佢。嗰個就係啲咩？佢先出晒啦，我咪知道得㗎啦。唔係，咁佢如果佢轉邊嘅話，你咪飛上去。佢轉邊係，你就要準備好射波。因為其實依家係個問題係大家打得比較層次咧，你唔會轉得轉。嗱，你而家轉咗下邊，可以再轉邊㗎。你睇呢度2打1嚟啊，2打0嚟啊，搞掂啦，係咪啊？佢層次唔夠嘅，呢一球好啲，佢又轉咗兩次邊，咁啊就好靚。咁但係頭先嗰幾球你好似冇嘢做咁樣，但係其實係好重要嘅。我啲話其實3分好啲嘅，3分線，一定要3分。哇！Hugo 呢個就係問題啊，防守一定要 help 啊，係啊。喂，咁 help 嘅話，佢又馬射射波喎。咁呢個你自己要去調節啊。喂，2、4、6、7、8、9、10、11、12。2、4、6、7、8、10、11、12、13。cut 晒。nice。二個位唔靚啊！唔好喺中間二。呢度佢 drive 呢邊啦，咁咪落去接波射咯。因為佢 drive 喺中間，咁就可以落去。記住一樣嘢，女朋友定律。佢向住你，唔係，喂，等陣先，我諗清楚先。OK，你係佢係女神，你係狗公，佢行埋去，女神就會話走開。係啦，當佢鏟呢邊嘅時候，OK，即係你就要飆翻上嚟。OK，女神就會話佢空虛寂寞凍，佢就會飆翻上嚟。係啦，即係喺一個你行佢又要褪，你褪佢就會行嘅感覺。佢行中間，咁你應該褪。如果位我 option 即係如果條友射波之後，我咪可以轉翻你中鋒。Come on，佢會追出嚟 long post out drive 啦。佢 drive 完之後，我哋頭先咪做過嘅。佢嘅中鋒咪試喺下面，跟住你可以俾波，又或者 OK，我自己上嚟啦。Nice，OK 啊，好波。cut
cut，走開 Hugo，係三分線 ，nice， 分 ，go screen，go screen，係再 pitch chase 嚟中埋個檔。OK， 我覺得可以接受。飲啖